中央这礼拜到啊，这屏东县府呢是宣布，对后个月开始，敬老卡甲博爱卡这补助的点数会升级，而且呢会使坐更较侪交通工具，亲像敬老博爱客运车，也有护空巴士，甚至是国道客运等等，护士大出门会当加较利便。我的卡最强！哇，阿公，那你的是什么卡？我就是敬老卡。阿公提出敬老卡，教爷孙仔的卡片。屏东县推设友善交通搁升级，11月初一起，敬老卡和博爱卡逐个月补助点数，对原本500点加到1000点，只要满65岁，也是有身心障碍证明的民众，早卡到乡镇市公所过卡，点数就会调整到1000点，互民众会当坐较侪抓。门诊完出来，那个时间会有点袂合。惊赶袂到，赶袂到的是，阮是不是得坐副巴？安尼是较方便啦。多的点数那可以啊，很好啊。想要出门就不好意思麻烦家人，那现在有了这么多福利，然后博爱卡，然后还有富康巴士，让我们觉得出门不再困难。原本敬老卡和博爱卡会使坐县内公车、小黄公车、火车和U bike等等，即摆县府阁加入计程车、护空巴士，阁有国道客运的交通方式，互长辈看医生、出门佚佗阁较便利。使用博爱卡的朋友，以前是不能够扣点的，现在我们的富康巴士也都能够扣点哈，那也来确保保障我们身心障碍朋友的福利跟权益。县府表示，屏东县目前摕敬老卡10万人，博爱卡6万外人，使用率大约3成。即摆补助加倍了后，每个月预估会超过10万摆的使用。县府讲，未来会继续提升敬老甲博爱卡的功能，来提升长辈的活力。记者柯永哲，屏东报道。